好，咁後面咧係咪會有好多飛機啊？咁呢啲飛機咧係我尋日整翻嚟嘅，咁咧之前咧係冇嘅，咁今日咧我哋就會講港鐵嘅，除咗屯馬線、南港島線同埋將軍澳線之外啦，其他都會知道噶啦。咁開始啦，你猜下第一個條線係邊個啊？係啦，答案就係東鐵線，手語啦。鐵線就係咯，東鐵線。好啦，東鐵線咧有好多種喎，先落馬洲啊，好快嘅睇數啦。落馬洲、羅湖、上水、粉嶺、太和、大埔、大學、火炭、馬場、沙田、大圍、九龍塘、旺角東、紅磡、會展、金鐘。咁第二個係咩呢？係啦，就我哋講嘅機場快線同埋東涌線。機場快線，機場快線。咁好啦，咁東涌線呢？東涌線。好啦，我哋就係會連住講嘅。博覽館、機場、青衣、九龍、香港。咁咧東涌線咧，東涌、欣澳、青衣、荔景、南昌、奧運、九龍、香港。咁咧仲有一條線係迪士尼噶嘛？迪士尼線，迪士尼、欣澳。第三個係咩咧？唔會有屯馬線，唔會有南港島線。答案係港島線。港島線。堅尼地城、香港大學、西營盤、上環、中環、金鐘、灣仔，啱。金鐘、灣仔、銅鑼灣、天后、炮台山、北角、鰂魚涌、太古、西灣河、筲箕灣、杏花村、柴灣。咁樣第三個係咩呢？第四個係咩？猜下。答案係觀塘線。好啦，第一個呢就係黃埔、何文田、油麻地、旺角、太子、石硤尾、九龍塘、樂富、黃大仙、鑽石山、彩虹、九龍灣、觀塘牛頭角、觀塘藍田、油塘、吊頸嶺。最後一個係乜嘢呢？第五個啦。第五個係咩呢？就係我哋嘅荃灣線。好啦，荃灣、大窩口、葵興、葵芳。好。咁邊個知道下一個係咩啊？俾少少時間我諗下。麗景美孚
荔枝角、長沙灣、深水埗、太子、旺角、油麻地、佐敦、尖沙咀、金鐘、中環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會教到呢一度先啦。咁有咩唔識你就問我啦。咁邊個記得手語名？香港港鐵手語名呢？咁咧讀集咧就會教你韓文啦，知唔知？咁拜拜。